镜周刊报道，韩国夯剧《天空之城》（Sky Castle） 播出以来收视率翻身长红，本周原先预定播出19、20集，但遇上2019年亚洲杯足球赛 ，JTBC 电视台决定停播一次，让观众下周才能看到完结篇。结果韩国队最终以0-1败给卡达，遭到淘汰，无缘亚洲杯4强。韩国网友在网络嘲讽：“让你停播，你给我比这样！”天空之城 （Sky Castle） 讲述现今韩国竞争激烈的升学竞争与职场现象，收视率从一开始低迷的1.727 (HEB) 到第18集达到22.316%，打破前年孔刘与李栋旭合作的《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》，成为韩国付费电视台最高平均收视戏剧。昨播出的第19集又创新高，实时收视率甚至超过30%，已成为国民连续剧。延伸阅读。